开始传高。所以出来哦，传脱离的时候，他敢形容啊，他恁讲对哈呢，我讲，伊恁用的也过去用的啊，迄反基督徒的咧，其他用的啊，迄推基督徒讲法，所以用的啊，所以也个用的，他跟你们亲用的，开始哦分两派啦，伊在亲讲的讲，哦也有一讲，毋是这样讲，他是一点用的亲老语。因为过去哦，有点冲动，亲老英雄杀的，贪吃呢。所以下一种身体的是，伊只会从讲，伊讲啊，伊过去啊，人类啊，你亲像用啊，亲像过去那个希腊罗马的家庭哦，那个生意的无权利，弄迄爸爸权利，弄迄用的啊，那就老师，那就奴隶的，那个家庭老师的权利，阿妈死死，吼。另外呢，伊个罗马的压势呢。崇高，因为以色列人吼，清初通也去崇高啦吼。那就用啊，那就要做乜嘅吼，书啊清清楚楚，吼，那你了你做要做乜嘅吼，一个今日什么要做乜嘅吼，今日什么要做乜嘅吼，一个乜嘅节吼，一个七节那个节吼，全部书啊清清楚楚，啊一礼拜精神一次啦吼，用啊。书啊清清楚楚，将来那个中那个用啊，中那个用啊，哦，抹个要本身份主中间本双的，抹个就分得清清楚楚。所以讲圣经哦，不如用啊。